一講起意大利粉 spaghetti， 你會唔會有一種去咗高級餐廳嘅感覺呢？卡邦尼、波隆拿肉醬意粉、白酒蜆肉意粉，感覺都係比較貴族嘅食物。但係當意大利粉傳到馬來西亞同埋香港呢，就變成咗好獨特嘅街坊 fusion 美食啦。嗱，今日咧就等我同大家講下意大利粉響馬來西亞同香港嘅平民進化史啦。大家好，我係高爸爸，每一集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同馬來西亞有關嘅故事。呢一類型嘅影片啊，真係少見㗎，所以大家記得多多支持，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仔喎。首先，唔少人成日都將 pasta 同 spaghetti 當係同一樣嘅嘢，佢哋中文都叫做意大利粉或者意大利麵，但係其實係有分別嘅喎。pasta 係大分類，所有意大利麵嘅類型，無論係長嘅、短嘅、粗嘅、彎嘅、捲嘅定係扁嘅，都係叫做 pasta。例如螺絲粉、通心粉、長通粉、千層麵，全部都係屬於 pasta， 而 spaghetti 就係其中一種嘅 pasta 啦。長條直身、圓柱形，好似香港茶餐廳用嚟焗豬扒意粉嗰種呢，就係 spaghetti 啦。有一間香港連鎖餐廳叫做 The Spaghetti House 意粉屋，喺1979年由2名澳洲同埋英國人創立。如果單睇餐廳嘅名叫做 spaghetti， 我會以為佢只係食呢款長條直身嘅意大利粉，但係其實佢嘅餐牌入面有千層麵、煙豆粉、闊條麵、天使麵等等，乜嘢類型款式嘅意大利麵都有，所以嚴格嚟講，政治正確嘅話，應該叫做 The Pasta House 會比較合理啊。講到 spaghetti， 即係嗰啲一條條長長圓柱形嘅意大利粉，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諗起意大利啦。但係其實 spaghetti 係唔係真係意大利人發明嘅呢？雖然我哋今日叫呢啲叫做 spaghetti， 但係其實最早類似嘅長條麵喺中國唐朝甚至更早嘅時候已經出現啦。考古學家響中國青海省那家遺址一個倒塌咗嘅房屋入面，發現一碗保存良好長條形嘅麵條，長度大約係50公分，顏色偏黃。根據分析，麵條係由2種嘅古代穀物，包括黍同埋高粱造成，唔係小麥，但係形狀同現代嘅麵條都幾相似。呢個發現證明，雖然未必一模一樣係 spaghetti， 但係中國人喺4000年前已經識得製作長條形嘅麵食品，而相關嘅研究發現亦都刊登於2005年嘅 Nature 雜誌入面。而傳說之中，去到13世紀，旅行家馬可孛羅由中國返去意大利，就將製麵嘅技術帶咗返去啦。不過呢個講法係有啲爭議嘅，因為意大利早喺馬可孛羅之前已經有一啲麵條型食品嘅原型出現啦。雖然未必係意大利人最早發明 spaghetti， 但係佢哋絕對係 spaghetti 嘅推手。大概喺13世紀左右，意大利南部城市例如拿波里，因為天氣乾燥，非常適合曬乾粉條，所以開始有大規模嘅 spaghetti 生產。嗰陣時spaghetti 唔係用叉食㗎，而係用手捲住食㗎。去到19世紀至20世紀，意大利人大量移民去到美國同其他地方，將 spaghetti 帶晒去全世界。今日無論你向邊度，spaghetti 幾乎都成為咗意式料理嘅代表啊！講個小知識你知啊，大家都知道 spaghetti 咧係意大利文嚟嘅，但係原來佢嘅意思係解細繩或者一條好幼嘅繩仔。一條嘅話
就叫做 spaghetto， 眾數就會叫做 spaghetti 啦，即係好多條幼繩嘅意思咯。哇，估唔到咧，當年改名啊，都幾有畫面感㗎喎。咁點解意大利粉會嚟到馬來西亞呢？意大利粉最早應該喺20世紀中後期，由英殖民時期引入西方飲食文化嘅時候開始傳入。當時主要係英美人士、外籍人士喺酒店同埋高級西餐廳之中會食開嘅。到咗1980至1990年代，隨住大型超市進駐，好似 Cold Storage、Jaya Grocer 等等，西式食材變得普及。Barilla、Sanremo 呢啲嘅品牌開始出現喺家庭廚房入面。當時中產家庭會開始喺屋企煮意粉、加番茄醬、罐頭午餐肉之類，變咗地道創意食法。去到2000年代起，咖啡同埋西餐廳興起，差唔多同一時間，麥麥檔、Food Court 開始有平價嘅 fusion 意粉 ，spaghetti 就開始落地生根啦，進化到今日馬來風格咁多元化啦。馬來西亞人最叻就係將西餐本地化，亦都因此造就咗好多經典而且地道嘅大馬美食。Laksa Spaghetti 就係一個非常好嘅例子啦。嗱，你幻想下，條條意粉吸晒嗰啲咖喱叻沙湯底，仲有豆卜、蝦、雞絲，又有咬口又有質感，係一款完美嘅融合菜式啊！除咗融合叻沙，仲有 Salted Egg Pasta， 條意粉捲住鹹蛋汁，仲可以加埋炸雞扒，哇，認真邪惡啊！仲有冬陰 pasta， 酸酸辣辣，醒晒胃，好啱夜晚唔開胃嘅時候嚟一碟啊！嗱，當然啊，唔少得馬來西亞獨有嘅森巴醬 Sambal pasta， 有人試過話好食過辣士辣乜椰漿飯添啊！意大利粉響馬來西亞究竟有幾受歡迎呢？根據 Euromonitor 同埋尼爾遜嘅報告，馬來西亞嘅乾意粉 dry pasta 市場近年每年增長率係達6至8%，主要原因係因為消費者追求簡便快捷嘅家庭料理，加上年輕人追捧 fusion cafe 食風味 pasta， 同埋超市有好嘅推廣配套，例如售賣即煮醬汁加埋 pasta 嘅銷售組合，令到大家購買嘅意欲大咗。當中最受歡迎嘅品牌 Sanremo 喺馬來西亞超市滲透率高達60%， Barilla 就中高價位消費群特別中意啦。Prego 呢個牌子就唔止賣醬，連意粉都有賣，特價嘅時候特別搶手㗎。此外，根據網上購物平台 Shopee 同埋 Lazada 嘅銷售數據，意粉係 Top 20最受歡迎嘅食品類別之一，特別係喺 MCO 封城嘅期間，大家喺屋企學煮飯，帶動咗意粉銷量直線上升啊！如果叻沙意粉、森巴意粉係馬來西亞意粉平民嘅版本，咁香港嘅地道代表就一定係叉燒湯意啦。你諗下，香港茶餐廳嗌個叉燒湯意粉加隻煎蛋，基本上係90後至千禧年代成長必食嘅組合。意粉呢就係煮到軟腍腍冇 al dente 嘅 spaghetti， 再配2、3片嘅叉燒，又平又飽肚又有港味喎。而且叉燒湯意呢個組合真係香港獨有㗎。根據資料，叉燒湯意並冇喺意大利、台灣、馬來西亞甚至中國其他城市流行。就算喺台灣或者星馬有類似早餐意粉，都唔會係配叉燒湯底，反而只係響香港茶餐廳、快餐店甚至學校嘅飯堂先至長期出現。呢款叉燒湯意係港式西餐文化變種嘅品種。由60年代開始，香港人追求又中又西嘅味道所創出，
可以話係西餐中化嘅代表作。茶記為咗節省成本，又要應付唔同人嘅口味，就出現咗湯意粉呢種比通粉高一個 level，但又唔高貴嘅選擇啦。用清雞湯或者即食麵湯做湯底，配上叉燒、火腿、煎蛋嘅湯麵食法。而最重要嘅係，叉燒湯意係好適合追求高效率嘅香港人，無論係叉燒定係意粉，都可以預先煮好，有客人點餐嘅時候先加熱就搞掂。但係依家大家對食物嘅質素同埋精緻度嘅要求越嚟越高，叉燒湯意就越嚟越少茶餐廳做啦，買少見少咯。喺香港，你食到一碗叉燒湯意就係嗰種地道港味，加上一啲西化嘅想像。喺馬來西亞，你食到一碟叻沙 spaghetti 就係嗰種文化衝擊，加上本地創意嘅爆發啊！兩個地方，一個係東方同埋西方交織下生出嚟嘅茶餐廳文化代表，一個係多族裔融合，樣樣都可以試下侵下先算嘅實驗場。意粉喺呢兩個地方都再唔係外國人先識整嘅玩意，而係大家屋企附近就食到，價錢親民、味道十足嘅 comfort food 啊。Spaghetti 仲有一個冷知識，就係原來好似好脆弱，一拍就斷嘅意大利粉，有一個不為人知嘅秘密，就係你永遠都唔可以徒手一分為二咁樣拍斷一條 spaghetti 噶。唔信？嗱，你即刻去廚房拎條意大利粉出嚟先啦，然後拍斷佢，你會發現你只能夠拍成3段或者4段，但係點都拍唔到2段噶。呢個一直都係多年嚟好多科學家、數學家同埋物理學家不解之謎。曾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嘅麻省理工科學家費曼，更加刻意嘅去研究相關嘅課題，綜合埋其他學者嘅發現，原來意粉響折斷以後回復原狀嘅反動過程之中，會產生衝擊波，令到麵條再度嘅折斷，所以就斷完再斷，唔能夠單純嘅一分為二啦。咁有冇方法做到先？近期美國麻省理工同埋康乃爾大學嘅研究者，終於都揾到方法去抵消同埋抗衡呢個衝擊波啦。具體做法就唔詳細講啦，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揾下資料啦。講咗咁多關於 spaghetti 嘅故事，下次你食意粉嘅時候不如唔好再淨係諗到卡邦尼同埋白酒蜆肉意粉啊！試下叉燒湯意啦、Laksa Pasta、Sambal Fusion， 你一定對意粉有全新嘅體會啊！當然啦，亦都歡迎你買包 spaghetti 返屋企，逐條拍斷佢，試下可唔可以一分為二啊！不過記住，拍斷咗嘅意粉要煮咗嚟食，唔好浪費食物。大家好，我係高爸爸。每一集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同馬來西亞有關嘅故事，呢類型嘅影片好少見噶，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嘅支持，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鍾意我哋馬拉谷 Family 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啦。多謝各位。